来是国民党的立委徐卡心早起到立法院是快闪进入议场，针对伊的大家甲银行超贷，台北市财政局讲，上万后礼拜一相关的报告就会出来了。另外，徐卡心过去强力推销家己是早餐店的女孩。 要阁为清查到财产的申报风波不断，嘛互早餐店的女孩这个形象受到挑战。徐卡心是来展出着伊细汉时阵的生活相片，来证明讲一家口仔三个人都敢若住伫个一片大的所在。伊讲伊做囡仔时阵的生活会当互外界公开来评论。 在议场甲同事开讲，立委徐卡心最近为清查到财产的申报风波不断，过去亲民的形象受到挑战。面对各方的质疑，徐卡心提出细汉时的相片，分享做囡仔时的生活环境。所以我大概就住1坪左右的面的话，房间只能放1张双人床，然后跟1个衣柜就满了。一口罩就踮一边的空间大做伙，对家己成长的环境，徐卡心讲外界自然有评论。除了家己的背景，徐卡心的大家伫富邦银行超贷的代志，立营议员对做当事的台北市府消极的态度是真不满，要求财政局必须维护市府股东的立场以外，嘛要定出期限，爱富邦银行讲清楚。照单全收，那要你们干嘛？整个贷款的流程，还有稽查的过程啊，那对社会啊或公开周一前啊，周一之前交给本委员会。 那这阵参像这款，只要有人落落海，就有警示的设备。海军最近买12000套。徐卡心透过书面质询讲，是安怎介绍比网络顶悬查到的搁较加6000万？对这件代志，海军回应，网络顶悬看到的是一般的型，真正采购的装备是风暴的版本，而且采购的单价嘛比市价搁较加。 阿姨的这样要贸然的去指摘海军它的采购有问题，我觉得巧心这样讲，对于海军是非常的失公道的。议场外质疑不断，议场内一向来检的质询嘛，踢到铁板，徐卡心的考验看起来是也袂煞。Hello， 我是庄宇杰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